今天收到檳城的老闆給渣門發來的快遞，渣門來拆開。今天這位老闆是發來了一把這個皇冠的汽車鑰匙過來渣門這邊改裝，是一把這個低配的。他提了低配的車，叫渣門幫他升級外觀、升級功能。拿到鑰匙檢測信號沒有問題之後，接下來就可以來給他升級。改裝了，把鑰匙的外殼拆開，把裡面的主板芯片拿出來，拿出主板芯片。老殼子裝回去以後可以備用，然後主板芯片再接上渣門準備好的排線。渣門這邊升級改裝，汽車鑰匙是不分車型的，低配車、高配車都可以升級。現在線路焊接好了，拿出挑選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接好的主板裝到液晶鑰匙上面去，就可以裝上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一把全新的皇冠車鑰匙就升級完成。升級好的鑰匙可以看時間，可以觸摸操作，而且也會升級新的功能，外觀也升級的完全不一樣。對比一下老鑰匙，可以看得出來，渣門選配了這個都風款的車鑰匙，也是非常好看的。升級好的鑰匙會升級靠近車感應式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時車門也會自動鎖車。升窗也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會升級老鑰匙沒有的功能。現在鑰匙升級好，渣門液晶鑰匙測試一下按鍵，測試一下沒有問題就可以發回去了。